提到皮卡车型，大多数人联想到的场景可能是引擎嘶吼、尘土飞扬、颠簸道路上车身异响。正是因为这种局限性，无法满足层出不穷的户外创业新赛道需求，更无法满足大多数人出行品质的高需求。传统的燃油皮卡更多是拉货工具，在新户外经济下有些格格不入。传统的3大件也落后同时代燃油乘用车，带大梁的座舱、分离式的车身对操控和舒适性也影响极大。当汽车进入纯电时代，发动机、变速箱、排气系统开始被电池、电机、电控系统取代，造车模式迎来了一次全新的改变。全新的布局方式会带来皮卡车型乘用化的新定义，而这个改变就是纯电平台。目前市场上广受欢迎的新能源车型都有自己的纯电专属平台，像雷达 RD6 采用的 MAP 平台就是国内首个原生纯电皮卡平台。MAP 平台具备加速快、电量大、续航长的纯电性能，0-100加速达到了4秒级，最大电量140千瓦时，最长续航800公里以上。从产品实力上全面碾压传统燃油皮卡。MAP 平台在操控调教和车身布置等方面顺应电动车的特点，车辆配置更均衡，车身姿态控制更优秀，同时也让车内乘坐空间更加宽敞，定义了真乘用化皮卡更高标准。在能耗电池安全上 ，MAP 采用了云端车电管理系统，扭矩适时分配、智能变频、3级能量回收系统，最大可回收30%的能量。MAP 平台的无热蔓延不起火技术和3重防护，小于10毫秒的碰撞断电保护，能最大限度保证电池安全，完全达到了纯电乘用车的标准。看完这些，你应该知道 MAP 平台就是从底层逻辑上真正实现了乘用化皮卡新标准。